到现在为止都在停没停，都说谎了，可以去终结他判死刑了。法官应该知道什么人可以留，什么人不可以留，不是我这个平民百姓来告诉你，你懂吗？我们要的是一个很公平、很公正的东西，从头说到尾的人，你可以放他过吗？几年后出来，万一他又犯了一样的罪，那我们不管。但是他杀害我妹妹这件事情，就是一定要判死刑。他从被抓的时候，第一次警察已经跟他问讯的时候，他是报道的是假的地址，到现在一而再再而三上庭讲的话，矛盾又矛盾，一直反复重复这些话，然后又觉得不对，辩护律师又教他，然后他就是依轻的量刑去做。我问你，这样的法官在审判的时候都知道他说谎了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让他没办法判死刑？我不懂我真的不懂。我扎扎实实的开庭，从头到尾，法官真的是帮助那些烂人吗？我们这些老百姓，死老百姓要怎样？是你杀人杀了那么多次，又分尸，然后你本来就是，今天石台平法医也来到现场说，他是真的是正面去杀害他，你徒手勒也可以勒昏他，之后再加工也是有可能。他说过，男生的力道是2只手都可以的，是平行的力道，跟女生是不一样的。法官不懂吗？证据都已经很确凿了，难道这样子还要让他判无期吗？应该是死刑定谳吧。我不懂啊，我真的是不懂。你们请大家去评理看看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家要不要组织一个死刑队，把这些法官全部废除掉？我不懂，法律是你们读的，我们老百姓要听从你们的审判。该死刑的你不让他死刑，你浪费我们的公帑的钱。请问这个要何时才能解决掉这些事情？难道政府都没有去明确的去知道吗？法官听不懂法医在说什么，因为人都会挣扎啊，他就跟他说这样子，他就算是左撇子好了，那他有可能挣扎的时候按到就是他的右边的手骨断裂啊，然后法医就一直问我，就觉得说你们是故意这样的吗？就好像在袒护那个被告。你的感觉就是法官有点刻意在袒护。对对对。